心思上若有所空虚啊，有所冲击啊，那安尼要安怎建设？就亲像讲，这就是讲咱五祖，那么甲咱的亲像啊，咧家开示啊，讲你咧只到门外，无到门内啊，就是讲你是有当长啊，但是呢，无入息啦。就亲像讲咱今仔日，来遇到受到民主一致以后啊，咱大家拢得道啊。毋过呢，事实上啊，讲得道会当达到超生了死。事实上，伫即个因果业力未了的时阵啊，那么如果咱若要进一步来修学道啊，来行道，来三世并行，在世法师无一世，那安尼呢，咱讲要成功了愿啊，其实这就有困难啦。所以老师甲咱讲，愿不能了，难把相还。所以讲就无法度人去了愿，嘛无法度人去了道啊。咱过去历代的迄原天正常，嘛无法度人去平清啊。那安尼要安怎了道，免安成道啊？所以讲咱着做明大师啊，这个五祖啦，伊当要讲讲如此的见解，比无上菩提了不可得啊。如果呢，你若有即种见解啊，要了解迄个本性处，是无法度能够达到正法，无法度能够达到见性。那么咱讲呢，即个见解，就讲一般的看法，甲五境的差别，无共。咱每一个人拢有即个肉体。人讲入境，外有我门啊，内有异门啊。所以我门就是讲染污必色心，那么意，人讲的入境感入定，生出即个意识，就是讲目睭看到的，我介意的，我无介意的，我欢喜无欢喜的，这拢会产生了意识形态。造成了呢，即个色心动事啊，因此啊，讲人生有八大苦啊，咱讲呢，除了讲生老病死以外，还有呢爱别离苦，还有怨恨会苦，永不得苦，五蕴成苦，这物件，因为你要需要，你要得到，得袂到，所以呢，产生迄个苦，有苦了得袂到，然变成愤啊。有愤就是因为咱人伤过执着这个相，所以做了这个因果，有了这个因果，产生了无明最大的原因。所以你这个看法甲五境的差别，你这个心思上。就是讲，咱烙印伫咱的内心当中有迄个心物，甲无物啊。心物就是咱内心的贪嗔痴爱这物件，就是拢有即个，即个妄想的即个心啊，想要得到啥物物件，所以叫做妄物啊。而实际上，咱所看一切的形形色色，拢执相。你若执相，心无明啊，心若无明，你的心智受到即个蒙蔽，无法度能够开开咱的即个智慧啊。若安尼智慧无开啊，咱的心智就无法度能够自在，嘛无法度能够达到即个正法。所以呢，咱五祖伊咱的即个开示，着即个真如自性的特色，甲即个本质啊，就是讲。当下会当去体悟，会当去了悟，会当出成入于，人讲的身体力行啊，无怨无悔啊，无想无执离平，自然来自然去，达到出成入于无为无所不为的即个境界。所以讲伫即个本文内底伊有讲无上菩提，殊得言下。
色处本心，见处分性，不生不灭。有一切时中，念念自性，万法无比，一真一切真。万境如如之心，即是真性；若如此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完全呢，开始啊，即个咱即个五祖啊，伊就开始啊，遮啊咧甲即个新秀啊，来开始即个色处本心、见处本性、不生不灭的即个物件。咱拢知影，自性伊是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性不增，在凡不减，伊是平等的物件。所以讲，你每一个人，咱拢的心中拢有即个自家的迄宝座。所以呢，咱点文书上论讲了，拍天不离点啊，讲经不离性啊，讲法不离心啊，完全拢咧讲心性的物件，包括讲三藏十二部经，完全拢咧讲这啦。不如明书一指点的印证。所以讲而遮即句话全过一句话，就是讲五祖伊呢，就是要甲即个伊的大弟子新秀所提示的，就是迄个色处本心、见处本性、不生不灭的物件。所以讲呢，咱重点就是遮啦。那么呢，咱所讲呢，啥物叫做色处本心啊？即个自心的本体。伊是无生死的，伊是来去自由的啦。那么伊是呢，心灵无比的，妙不可及。所以讲伊是思来即应，思去则不坚，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的亲像物件同款。所以因此咱必须要呢，常常就是咱要保持迄念呢，相觉的迄个道心啊。咱就袂伫遐形形色色，来遐真相来暗藏着咱的即个心灵的即个黑暗，随着迄个妄想来运转。所以讲呢，那安尼，咱无法度通依照咱的真如本性来指导一切的。那么，那安尼即个真如本性，就是会当达到清净无为，会当了悟迄个真谛，那么达到心空啊，心空。那么呢，啥物叫做见处本性？何为见处本性？咱祖理上所讲，因得光照照，迄个澄明的自性，本来伊是清净无了，所以呢，伊无所妄动，暗如顺通，万法具备了所有的特性，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伊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所以伊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伊是呢自能觉知，无一无无所不为的这个境界，这算是神通啊，达到神通啊。那么这就是讲以这个五祖伊呢要甲这个新秀来开始这个色处本心、见处本性、不生不灭的物件。所以最后五祖呢，伊当将这个无上菩提自性法来解说以后，那么呢，伊希望新秀大弟子回去会当做一个师弟，那么呢，搁再庆祝一个结语天上满。如果你若法度达到这个境界，这个真如本性的这个境界，那安尼师傅啦，一定会将这个衣钵甲这个正法呢，来传承互伊就对啦，安尼啦。那么经过数日安尼咱就新秀因为伊安尼就心中会更加丰富安尼伊坐立不安所以讲伊咧想，无法度人讲要用啥物诗句安尼所以讲伊嘛是无法度所以讲而且
拄仔讲到遮啦，我甲咱耽误这个时间，互讲了除了好帮咱写出下一个咱曾老师助理咱各位先生大家就比好好开始这张料，就讲这段尔。就讲三个时间啊。上。